咱即时礼拜要开始，请咱甲咱的手机关做叮当，咱安静心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保守你的是耶和华，耶和华伫你的正边做你的阴影。日时太阳无伤你，暝时月也袂害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伊要保守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对即时直到永远。兄弟姊妹，请起立，请咱来吟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来有情话最响，无论。
员徛咧，三甲用主教是咱的主祷文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请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西女玛利亚出世，被本丢彼拉多入内受苦，顶十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伫圣诗的后壁，请咱掀开启用文第6篇，就是诗篇16篇。圣诗后壁1005页。上帝啊，求你保守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道实在真尊贵。做啥？去缀别个心灵的人，一定加天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甲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撒伫阴间。做啥？你话只是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咱三甲阿头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全能的主宰上帝，你创造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佮分别日时、暗暝、四季照时在运转。互阮伫即块土地生活，有无共款的国家，无共款的气候，无共款的人种、语言，总是阮知你的听是遮尔啊无差别。无论阮伫啥时、伫啥所在。用啥物的语言，阮只要恳求、开喙来甲你求，你就会赏赐阮满满的恩典。伫大港节的第3主日，阮点到第3支喜乐的蜡条，阮要欢喜大声，来向世间人宣告主你的降生。阮也要用感恩的心来回想过去，纪念圣小主你的救恩。你赐予咱门教会伫70个年日中。伫即个地区传福音，但今年通过侪侪活动，互阮众兄弟姊妹的心，搁一摆为着主你来结连。阮愿意一步一步来跟对信仰的前辈，伊的脚迹来向前走，迎接主你的搁再临。伫这欢喜庆贺的时，阮国团结伫无闲准备庆祝的活动，求你保守阮的同工，因的手所做的工一尽顺利，将阳光来归伫你。阮搭搁一摆恳求你保守阮南门教会，伫要进入这第2个70年的开始，阮众人会当三甲同心牵手，为着教会的复兴做伙来拍拼。主，你为着阮世间人，处罗卜的形象来降生，伫普世庆贺你诞生的时，阮也要搁一摆来思想学习
你的顺服。圣诞的来到，表示新的一年也要过来。你是阮生命的主，愿你赐下稳定伫逐邦国。无论做入啥物境遇，伊拢会甲阮伫地。阮甲你三工行，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赞美，咱请雅音合唱团来学乐。今仔日的诗歌是神圣的脚步。
咱真感谢刚音合唱团学落的声。这是咱来掀开圣经来看《罗马书》第1章14节到15节，伫新约圣经的171页。《罗马书》第1章14节，我来念。无论迄年人，也是凡人，聪明的，也是愚妄的，我拢欠因一切。所以在伫我拢便便要用福音宣传互恁住伫罗马的人。以上，咱将下面的时间交予赖德庆牧师。今仔的讲题是为主得客家。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是赖德庆牧师，我是客家宣教中会总干事。赖德清，我的名甲迄个赖清德就像的哈，就会记的。感谢上帝。那一块那个不见了，那个不见了。那个不见了，对，不好意思。因为，不是，等他切换上去。不对，不对，为什么会不对？对，好，有了，好，有了，刚刚那个对，刚刚那个是对的。麻烦同工帮我，对这个哈，歹势，我将今日圣经再个读一摆哈。保罗说，无论，这样才对哈。保罗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这是华语啦哈，我读是客语，因为无论对马家人。迄文明人也希望开发家，迄聪明人也希望家，我拢总欠其人家债，所以我迫切爱将这福音每传给你人在罗马家人。这是客语啦，客语吼是咱台湾话呢。客语我即马讲你就是耳啦吼，糖就是听啦，耳糖会死无？你听有无啦？你讲我啦吼，耳糖会死，我听有啦。你若听无，你就讲耳糖毋是，耳糖毋是。好，感谢上帝。咱今仔日读的圣经在底下有讲，我拢欠因的债，就是讲无论聪明的人、愚妄的人，我拢欠因福音的债。所以保罗讲，我着爱迫切传福音，亲像我欠人的钱要还钱共款。各位兄弟姊妹，咱若欠人的钱，咱暗时拢困袂好势，吼，咱着爱还人的钱，咱才会平安啦，咱困了才会安稳。但是咱保罗伫遐讲，咱着爱传福音嘛，那亲像咱欠人的钱共款，迄种迫切的心，为什么呢？因为确信福音的开来，要互人对迄个送向的心出来，得到上帝互咱的丰盛的生命。所以，我有迄种确信，我着安尼迫切要来传福音嘛。保罗传福音的态度有两项：第一，伊是罗马的人，所以伊对罗马传福音特别有亏欠。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台湾人啦，所以咱对台湾传福音特别有亏欠嘛。第二是尽力尽本分啦，尽力尽本分。各位兄弟姊妹，咱上帝袂互咱做袂到的代志，咱去勉强来做，咱着做上帝互咱尽咱的主的恩典甲恩赐来做。感谢上帝，咱伫圣经内底主要所有讲到一个譬如，讲主人互萝卜，一个互5000两银，一个互伊2000两银，一个互伊1000两银。讲恁去拍拼啦，叫我互你去拍拼，去发展，结果迄个5000个，佫趁5000哦，2000个，佫趁2000啦，迄个1000个呢，甲涂骹甲乌互开，甲抬落去啊吼！主人转来是伊个佫骨头开，甲还1000互主人。迄个主人就讲，甲迄个5000佫2000个讲，你是良善佫忠心的萝卜，你是良善佫忠心的萝卜。甲迄个1000个讲，你笨蛋啦，你是笨蛋的萝卜。各位兄弟姊妹，咱就是照上帝互咱的恩赐甲恩典，咱来做咱的本分，咱来传福音，这就是主互咱的命令啦。咱客家今仔是客家宣教主日，感谢上帝，今仔是客家宣教主日，感谢
咱兄弟姊妹，互我有机会甲大家来分享。客家的意思就是有一群族群，也经过战争、风土生存，甲其他族群征战离开家乡，迁徙找到一个安居乐业的所在来徛起。所以迄个人客啊，客家就叫做伊的名啦，客家。但是今仔日客家的族群伫台湾，伊比荷兰人甲原住民较慢一点点啊来到台湾啊，所以呢，就讲伊是客。伊是客，但是各位兄弟姊妹，伫上帝家拢无人客啦。你要来甲咱的中间，甲咱三角敬拜上帝，拢是主人啦。咱的中间无人是人客，咱拢是主人，咱是兄弟姊妹，咱是上帝家的一份子。感谢主咱拢是上帝家的人。我今仔要用一点点仔时间，甲大家分享客家的文化，因为咱有时感觉讲客家甲咱足遥远的啦。我倒伫好乐的世界，迄个客家是啥物啊？真远呢！我即摆甲咱讲吼，你拢食客家的物件呢？你的生活内底拢是客家，甲影响力足大的呢。咱搁一个来认捌客家吼，民以食为天啦吼，食物件是上要紧的。客家的特色吼，咱的客家的物件食就是味足重足芳，食了吼，就有开来做工课啦。食一点点仔菜配足济饭啦吼，足够做工课啦吼。客家人是足欠的，咱台湾吼拄开始即个北肠啊，即种鸡仔鸭的肠啊，都是无人食单调。但是咱的客家真袂足欠的啦，讲这拍算啦，所以吼就来甲煮落去，研究看安怎煮，煮甲足好食。即摆咱拢咧食迄种物啊，酸菜猪肚汤，肚吼猪肚煮甲足好食。梅干扣肉、葱爆鱿鱼，伊讲客家小炒呢吼，所以这真正是客家的物件，就拢甲炒足芳的啦吼。这个姜丝炒大肠，上好炒肠的就是客家人啦吼。客家咸猪肉这嘛是客家的菜，足热饭的。所以客家的菜呢，伊是咱加做咱台湾的菜一个真重要的部分，真好食。咱大家拢食过吼，你毋通讲你毋捌食过。客家擂茶吼，客家擂茶拄开始嘛，是因为客家人足欠的，你厝内剩的吼。果子啦、红豆啦、绿豆啦、地叶啦，即个厝内物件拢甲要单调足拍算，所以甲硬硬的做粉吼，佮泡滚水食，安尼嘛甲食落去，安尼嘛是足营养的。后来就发现讲，这比例吼，3分、2分、1分，安尼叫较是较拄好啦，所以叫变做研究了变黄金比例。黄金比例即摆叫做比方啦。比方就是讲，安尼拄好，即个比例较好食。咱拄开始是有啥就拢甲男做伙啦，但是即摆已经变成比方啊吼。客家擂茶拄开始是硬，讲足忝，好累哦，个擂茶。即摆是讲叫做客家擂茶吼。所以这是客家的一个物件，客家擂茶的制作精神。土豆油吼，土豆油嘛是客家的前辈所做的。迄土豆甲硬落去吼，石头甲硬的油就走出来，足香的呢吼。不要甲发现讲石头就爱安尼圆较好硬啦，所以那车链的共款，那车链所以叫做油车。所以呢，客家的前辈吼发明这个油车吼，用迄个土豆油，所以这是土豆油的来源，就是客家花生，这是花生油和土豆油哈，对。客家吉姜吉茶吼，结的吼，这是咱叫做结的。恁去客庄参观呢，伊甲你讲这吉姜啦吼，吉姜就吉仔做的，但是佫有吉仔茶，佫有吉仔各种的物件。我今仔有摘一寡吼，恁大家落他调理楼下看者。这物件拢是真健康的物件，毋过客家人家调理甲足好食的吼，对。感谢上帝，客家吉姜、客家吉茶，对。客家花布，哇，客家花布吼，我今仔日吼有摘一块吼，这客家中会的标志吼，这块布要送咱的教会吼。我牧师研究讲，含咱的圣诞装置足下的啦，所以即摆怎甲挂伫遐吼，咱就怎甲挂到遐就好吼。客家花布拄来开始啦，嘛是客家人吼，就是足欠的这。花布吼，即块歹去，即块歹去，佮天做伙，佮继续用过去的是足欠的吼。即摆叫做拼布佮贴布呢，即艺术呢吼，对。即个客家花布是客家人拄开始吼，伫遐研究即个花，其实就是花啦吼，花很多花啦吼，对。好，各位兄弟姊妹，台湾的文化是客家的文化、河洛的文化、甲原住民的文化，合起来叫做台湾的文化。所以咱是多元文化啦，咱是多元文化。台湾的精神是客家的精神、河洛的精神、甲原住民的精神，叫做就合起来叫做台湾的精神。咱的客家的精神有一个重点，就是应景硬强。
硬颈的精神是啥物？就是坚持、坚定、勇敢，努力、打拼，刻苦耐劳、坚持打拼、坚定奋发，这是印证硬颈的精神。各位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咱的台湾拄着真侪困难啊，真侪挑战。我相信用咱的这个台湾的核心，就是客家这种应尽的精神啦。用咱的安尼精神，咱勇敢向前行啦。会让上帝要祝福咱台湾啦。所以客家的精神是咱台湾的精神内底一个真宝贵的部分啦。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咱是安那要搁一摆来熟悉，咱搁一摆来熟悉客家人呢？我搁要和大家来介绍讲，咱是安怎爱熟悉客家人？咱是安怎要甲客家就是客家人客家人，咱是安怎爱甲客家人传福音嘛？咱三个来认捌客家。第一，客家人需要上帝丰盛的性命。咱客家人是安怎欠呢？你熟悉客家人吼，可能比你较好个。毋过伊嘛是足欠的呢，伊遮好个，乃佫足欠的啦，因为伊的血液中的 DNA 都爱欠嘛。伊的 DNA 就是爱欠嘛，虽然伊即摆足好个，妈伊个足欠的呢。是安怎？因为过去咱客家人较原住民咱河洛人赶去较偏远的所在，迄土较贫瘠，所以即顿有通好食，后顿毋知有通好食无。即顿有通好食，毋知后顿有通好食无，都爱较欠的啦，所以爱较欠的。所以除非阵欠较紧咱都已经惯死啊。所以客家人底下生命中要节俭，是因为现在心里有贫穷啦，心内有丧向。但是伫上帝家，咱今仔无人搁甲咱欺负啊啦。伫上帝家，咱每一个族群，咱是平起平坐呢。咱伫主的内底要体会到迄种安全感啊。上帝伫遐要互咱的丧向的心伫遐拄起，要得到主的属灵的丰盛。所以伫咱的主的内底，伫上帝家，咱要体会到迄种丰盛的生命，毋免阁惊吓丰盛的生命。咱要将这来分享给所有的客家人啊。第二，上帝赏赐的平安要分享给客家人。你去客庄参观呢，你去参观发现着足侪迄个宗祠啥蛋、热菜，宗祠是那起敢那庙咧，起敢那庙，毋过伊毋是拜神明呢，伊是拜祖先呢，伊是拜做咱的规个庄头，咱规个里、规个区，咱的公社，咱姓陈的，咱的祖先，咱拢囥做伙来甲拜啦。咱的钱咱就香火的钱，咱就做伙来分摊呢。所以咱就是安怎爱拜祖，咱的祖先就甲咱保庇，毋通互欺负，咱就要互相即个祖先互咱会平安啦。所以拜祖先的根本是因为心内无平安，心内有惊吓。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将上帝的平安来分享给客家人，咱这个乡亲啊。咱要得到上帝的保护，咱信耶稣，咱要对迄个互人欺负的惊吓中来逃放出来，咱要对迄个鬼神的捆绑中来逃放出来。迄个上帝赏赐的平安，咱会惊，咱会祖先，咱毋免烦恼伊无通好食，无通好穿，无通好住，咱要快交伫上帝的手内，伫遐安居徛起，伫真水的所在。所以咱要将咱的祖先来交互主的手中，咱同款，咱若要是来主的保守，咱伫主保守的平安内底，毋免阁来离遐个，互咱的祖先来甲咱保庇。所以上帝赏赐的平安，咱要分享所有客家乡亲啊。第三，上帝要赏赐迄个生命传承的祝福。客家人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呢，你毋通看轻客家人哦，迄客家人囡仔拢足够读册哦。足够读册，家庭所有的资源都用来栽培咱的囡仔啦。咱去梅龙高雄梅龙有一个进士街，迄条进士街是啥物意思？就是阮这客家的所在出足侪进士甲状元啦。咱的囡仔拢栽培互伊读册，咱就出人头地，改变咱家族的命运。过去送遐阿伯一定出人头地，所以客家人是重视囡仔的栽培哦。咱去迄个花莲的凤林嘛，花莲的凤林有一个叫做一个所在，一个村庄叫做校长之乡啦。讲囡仔好读册啦，读册安尼栽培啦，诚侪变做校长啦。这个所在凤林，这个所在竟然有112个校长啦，不得了呢！囡仔拢家栽培读册，所以客家人是非常重视囡仔的栽培读册咧。但是咱要甲伊讲，你甲囡仔带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要得到上水的祝福，因为主耶稣讲来到将囡仔因带来到我面前，我要祝福伊啦。咱的圣经内底讲敬畏耶和
花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呢，咱这乡亲啊，恁听恁的囡仔，恁就爱带伊来到主的面前呢，你还要得到上帝的保守，互伊一生行伫正直的道路，互伊有好的信用品格，伫遐主的保守，这是咱做士大人上大对囡仔上好的栽培甲祝福啦。所以生命的传承需要上帝祝福，咱要分享给所有客家的乡亲啦，这是甲伊报一个好的道路，一个真水的道路。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要客家人传福音，这是我画的一张图吼。咱台湾吼，咱台北中会7城中会伫咧台湾头啦吼。咱规个桃园、新竹、苗栗规片拢是客家人哦。我讲遐是客庄的所在。咱的南部有排湾、卢凯足侪原住民，所以我讲，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每一个族群啊，拢是共款要紧。咱的宣教拢是共款要紧。我圣经圣经在来大家互相分享吼。这个波阿斯路德记，路德甲波阿斯讲，请你用你的衫巾甲我遮看，因为你是我的近亲。请你用你的衫巾甲我遮看，因为你是我的近亲呐。各位兄弟姊妹，咱客家原住民是有真亲的关系，所以真侪所在吼，客家甲原住民住足近的啦。我有一摆去东部，恁有去东部洗温泉吗？去东部洗温泉，有一摆我去东部长老教会讲道啦。迄是不论哦，布隆族的教会哦，即间教会。因甲我讲牧师，我甲你讲，阮教会吼，迄有遮一片拢客家人哦，住伫阮这不论的所在哦。阮的教会成立一个客家小组，迄个小组有100几个拢客家人咧。伊安尼甲我讲，我加一个伫布隆族的教会内底客家小组，安尼你有惊到吗？感谢上帝，客家甲原住民其实常常住真近，但是我甲大家讲，伫中华民国政府。对原住民的语言甲文化的保存是即摆过去咱毋敢讲，即摆是真用心啦语言，所以即个原住民的话伫你升学考试拢有加分啦，会晓讲母语若通过拢有加分啦。但是我感觉咱伫咱的台语的部分，也是客语的部分，做了真少，做了无够啦。我讲咱中华民国的政府是安尼，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咱嘛是伫客家的宣告顶面，咱做了无够。咱伫原住民的宣告，咱的夫妻帮助做了真好，我感觉非常的好。但是我咱伫客家的宣告的部分，咱嘛会当尽咱开力的斗3工来。感谢上帝，因为咱是近亲哈，咱是伫上帝家，咱是近亲。咱就讲我毋是客家人啊，无输你咧讲啥，我毋是啦。我甲恁讲，只要你有一个听客家灵魂的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客家的家人了。你有一个客家心呐，你有一个客家心，你就是客家的家人了。各位兄弟姊妹，我喜欢讲咱欠客家宣告的罪。我为什么讲你甲我？咱欠客家宣告的罪。我要甲大家来3个来分享。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宣告吼，咱2022年咱的教会一览表，咱来看吼。咱的本地教会有757间，原住民教会有540间，咱的教会数拢总是1297间，这是咱的教会数。原住民教会540间，本地教会757间，内底呢和乐教会717间啦。这个本地教会，因为咱的客家教会吼，咱放伫原住民的教会，放伫本地教会内底。客家教会啊，客家教会呢，咱客家中会有20间。咱的花莲、凤林、台东、池上、屏东、内埔、德产、新德中会、中立、东势，这些拢总客家的所在。咱若加落去，拢总算40间啦。40间，但是咱的和乐教会717间，咱的原住民教会540间，用台湾族群的人口来比例来看，咱实在是欠客家宣告的罪，咱欠客家宣告罪，欠真济。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人口统计，咱台湾5个人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5个内底有一个是客家人哦，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哦，咱有400万的客家人，咱占台湾人口18%。但是台湾第2大族群，咱有足侪原住民的名啦吼，咱有布伦啦、台勇啦、阿密斯啊吼，咱有足侪
原住民的族群的名，毋过伊的人口并毋是真哩济，吼名真济，但是人口毋是真济。咱第一济就是河洛人，第二济是客家人啊，是台湾第二大族群啊。但是咱的新住人口只有6%，我们做得不够。我讲咱做了无够，咱爱加油啦，咱啥物做无够。各位兄弟姊妹，咱客家中会有20间教会，目前咱有20间教会哦。咱七星中会有89间教会，台北中会有99间教会，新竹中会53，台中78，嘉义75，台南85。客家中会我阁讲一摆，20间教会，寿山74，高雄66，屏东41。中华43，这是咱的教会，咱就发现讲啊，客家中会哪会是只有20间？是啊，只有20间，因为咱足慢开始做客家的宣教，咱伫客家的族群的宣教足慢才开始啦。我讲咱的中会是设教几周年呢？我讲中会毋是教会哦，咱的七星中会甲咱的台北中会设教已经前阵啊庆祝70周年，咱又开始用中会做主体70周年。我前2天吼，前2当然是前2天，是前2年啦。我收到客家中会收到阿美族的中会的邀请卡，伊讲我要庆祝90周年，请恁派人来参加。90周年，阿美族中会毋是一个中会尔，伊是叫做族群中会，伊有3个中会：阿美、西美、东美，有3个中会。所以你千万不要看轻客家，看轻原住民哦。你看阿美族的3个中会哦，哈啊。真早就开始90周年，客家中会只有开始只有15周年，所以咱伫客家族群那渐慢才开始啊，那渐慢。我讲寿山中会是50周年，中华中会53周年啊。1930年高雄、台南、嘉义、台中区会同时升格中会92周年，但是咱的客家的族群的开始中会用中会做主体只有15周年。各位兄弟姊妹啊，15岁少年家吼，也无啥物财产啦，读册嘛也未读毕业，吼。毋过呢，你若甲伊互营养吼，甲栽培、甲训练，吼，甲鼓励，伊嘛大汉，伊嘛勇壮，伊嘛诚做有一工诚做咱的瓦客啊！感谢上帝。啊，这是2022年的咱的经商会的明细表。经商会的意思，比如讲，咱的教会，咱南门教会一档，咱教会，咱的兄弟姊妹，咱的奉献一档的经商会的收入，哦，加起来，这就是咱的经商会的收入。咱用中会的主体，就是咱台北中会所有的教会合起来，就是咱的台北中会一档的经商会收入。这是一个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规个拢会表啦吼，安尼规排，我知恁看足花啦，哎呀，好花哦，牧师我看不懂，所以我安尼甲整理起来，咱就较清楚吼。我用七星中会做的，七星中会一档诶经商会所有教会是3亿2千万，3亿2千万。那倒数第3名是屏东中会哈，倒数第3名是1亿1千万，第3名啦。倒数第2名是东部中会的花莲甲台东啦吼，7500万。客家中会呢是3400万。我发现客家中会拄好好7个中会的1/10呢，拄好，我嘛是第1名啦吼，对吧？倒数第1名哈，拄好1/10啦吼，感谢上帝。各位兄弟姊妹，过去客家中会的收入，奉献的收入真少，迄拢不要紧，因为过去吼，咱草地嘛，草地也无人啊，所以咱就毋免做啥，草地就毋要紧，无钱拢无要紧，咱就照安尼就好。毋过今仔日上帝互咱无共款的条件，客庄所住即个所在，桃竹苗即带吼，一大片的桃园、新竹甲苗栗的遮个所在，客家中会教区过去穷乡僻壤，即摆欣欣向荣啦，即摆已经甲过去无共款啦。各位兄弟姊妹，桃竹苗的房价、地价节节高升，过去即种风高压外的所在，即摆变成众所瞩目、兵家必争啦。因为这些所在拢无教会，但是即摆毋是甲咱看到伊的改变哦，所有各的宗派拢要去遐设立教会，汉庙都要去起庙啦。汉庙都要去起庙哈！我甲咱讲人口就业的展望，大台北的人口减少，全台湾的人口拢减少呢。不过新竹桃园人口竟然增加了，桃园人口2022年增加19770人，台北人口减少42623人，这个是事实啊哈！啊，咱你看，这所在人口都负成长，不过呢，新竹苗栗呈现正成长，桃园新竹苗栗呈现正成长，是安怎会安尼呢？是安怎会安？
因为桃园青埔高铁、新竹高铁、台积电、新竹科学园区这些所在所带动的上下游100-200间的这些公司啊，都上下游的产业都底下发展啦，底下欣欣向荣底下发展。但是咱底下看到的不是那个钱啊，我们看到的不是钱呢，我们看见的是上帝已经应许客家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为主得客家。在这个时阵，咱底下拢无教会空旷的所在，咱爱为主得客家。我们要去宣教，赶快要进去宣教，因为别人也要去做了，我们要赶快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宣教紧密锣鼓，桃竹苗这空旷的所在拢无教会，各种派拢抢先要去插旗啦！哈，各位兄弟姐妹，今仔日若无做，咱将来一定后悔。今天若无做，咱将来一定后悔。我们要为主赢得客家，赢得上帝国的产业。为着主，咱要赢得客家，也要赢得得到这个上帝国的产业。8年来，客家宣教中会开拓3间教会，8年来得胜伫苗栗头份开拓得胜，即摆已经成立堂会，已经独立吧。苗栗头份，个前3年开拓这个平安镇啊，桃园平镇开拓平安镇，平安镇还未完全独立，即摆咧找所在，准备要甲买起来准备要买起来。今年要开拓琼林教会，阮即摆即间甲买起来，恁看这透天的你看即间是透天的，我即要甲买起来最近签约交屋是1310万啦，透天2站87坪，装潢整修希望明年3月4月当开设礼拜。各位兄弟姐妹，过去客家中会拢是用租的啦，咱设立的时拢甲搁租啊，租的较袂遐安尼。较很食力，毋过呢，3档5档了，厝就要甲你起价，无就讲伊要收倒转去拢足烦恼的。所以即摆感觉爱甲买起来，所以即摆一个就甲买起来感谢上帝，咱就甲买起来，咱暗时困足平安的。我邀请咱逐个伫客家的宣教开拓的时间，咱会当有份伫天国的投资。我毋茫有一拍电话是你甲点倒的，我毋茫有一片饼是你去邮出来，我毋茫有一个装仔角是你来奉献出来。各位兄弟姐妹，我搁一摆邀请咱逐个伫客家的宣教开拓的时间，人有份伫天国的投资。我嘛有一拍电话是你家己点倒的，有一片饼是你邮出的，有一块装仔角是你奉献来。感谢主，咱投资就爱趁机会呢。天国的投资机会难得，客家灵魂的投资会当行福音的者，诚做福音公司的股东啦。客家宣教中会20间教会20间教会伫宣教的时间，邀请你3个行。若有咱3个夫妻就无孤单，咱的教会真少，毋过若准有咱3个夫妻，阮就无孤单。因为地方的繁荣甲展望，上帝互客家的所在空前的宣教奇迹，请你来支持，请你来祈祷。各位兄弟姐妹，人的身躯咱。台北中会7层中会，咱亲像迄个咱台湾的头啊，咱伫迄个地理位置，咱是台湾的头头足要紧呢，头足要紧咱的即个中南部这教会，那亲像人的身躯这个骹啦手，嘛是足要紧的，北长足要紧的。毋过我爱讲咱的桃竹苗即个客家所在的地理，那像人的心脏呢？这桃竹苗那像咱人的心脏的所在呢？我相信上帝要借着即个桃竹苗的所在，会宣告的福音。要上帝的能量、圣神的开展嘛，要带动咱全台湾的宣教的跳动，伫遐真勇敢、真努力来拍拼、来跳动。感谢上帝，要祝福咱全台湾的宣教。感谢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咱今日若无做，将来一定后悔啦。咱就讲，虽然咱讲你有人讲我毋是客家，我讲血浓于水呢，400年来族群融合，咱台湾400年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其实咱是相通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啦400年来，咱有人讲牧师你讲迄客家话我拢听无，恁迄客家人我拢听无。我甲恁讲客家话毋是外国话呢，客家话是台湾话呢，是台湾话呢。那亲像英国人学美语，美国人学西班牙语，因拢足简单，因为因的字根是共款的。各位兄弟姊妹，咱台湾话甲客语华语。这种共款的咱是字根共款。我即摆甲大家小可分享一下你讲咱台语讲爱细字你行路就细字客语讲爱细字
爱生鱼哦！啊，你讲中昼食啊足澎湃的呢吼，咱华语讲哦，吃得很丰盛。啊，台语讲啊食啊足澎湃，客语讲安澎湃呢，安澎湃呢。啊，食饭你食饱无？哎，讲吃饱冇？吃饱冇？吼，对，这种客语吼，啊，你吃饭冇？吼，是食饭冇？啊，身体健康，啊，客语讲身体康健。哦，身体康健吼，啊！你真欢喜，讲动欢喜，该欢喜，哈对。啊，咱讲迄个字啊，细阿哥诶，这照字面你就知影，细阿哥就是少年家啦。细妹暗讲，即句话咱拢会晓讲，小姐你足水诶。这照字面上你就看有啊，吼，咱干来要讲即句细妹暗讲吼。毋好话因讲细人诶是细汉囡仔，细人诶是细汉囡仔。啊，你按字写神梦里是谢谢吼，介绍无介绍，毋过你毋通袂记诶，感车、道车，这嘛是客语呢。谢谢、感谢、多谢，这嘛是客语。所以叫伊喊什么客语，毋是外国话啦，是台湾话啦吼。所以咱就啊加减学吼，我感觉客语是足水诶哈，感谢上帝。13年前，我的先生师长伫迄个国道3号的走山事件过身去，13年啊，已经13年。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因为咱的关心甲祈祷，互阮的家庭甲整个咱继续服侍上帝。我伫遮甲大家说多谢。我有2个查某囝，啊，迄个乐乐，迄个是妹妹啦，A，迄个姐姐啦。吼，2个差10公分的，是安怎妹妹较弱吼。啊，迄个姐姐即摆新学伊今年毕业，甲大家报告，伊即摆诚做一个传道师。啊，伊之前嘛教牧师，诚做牧师娘，所以我甲大家报告，伊即摆是一个传道师。感谢上帝！啊，因为咱的关心甲祈祷，夫妻阮会当，阮的家庭会当继续服侍上帝。虽然师长无伫，毋过阮也继续来服侍主。感谢上帝！师长过身的走山的事件，互我一个体会，就是咱的人生真短呢。咱的人生真短，但是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要甲主三甲进入永生。各位兄弟姊妹，咱的人生真短，咱只有互上帝使用的部分，会进入上帝的永生。咱今仔日为着咱家己做真侪代志，咱打拼锻炼身体，为着家庭来努力，也咱的工作，咱嘛是建立打拼。上帝嘛赐福，互咱享受着即个世界足侪咱的丰盛的恩典互咱享受着即个世界的快乐。毋过，这时间会过去呢？这时间过去，圣经内底讲，那亲像云啊，风吹就散咯。那亲像云，风吹就散咯。只有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要甲主三甲进入永生。好，感谢上帝，咱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是真宝贵的。互上帝使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你互主使用的部分是咱人生的精华。咱的时间真宝贵。咱进入永生，咱就爱把握机会。你互主使用部分是你人生的精华上要紧的部分啊！迄要甲主上甲进入永生，进入永恒我伫遮讲，咱就把握机会啊！感谢上帝，你是台湾人，请你关心台湾的宣教。你有一个客家心，请你关心客家灵魂的得救。时间真宝贵呢，我师长过身这12年来，我拢非常努力的服侍，我非常努力，因为我感觉时间足宝贵的。各位兄弟姊妹，你的时间嘛足宝贵的，你的时间嘛足宝贵的。我伫遮甲大家分享一首客家的民谣天空落水，天空啦落水阿妹啊，带到你嘛来到杭水边，杭水呀强又强，多给修来修再分享一首歌哈，2个爸爸。
首歌吼，这首歌是阮查囝做的，阮查囝做的，伊体会着爸爸虽然伫伊读大学的时就过身去啊，毋过伊这几所这么侪年来，伊体会着上帝即个爸爸搁咧照顾伊，所以伊写这首两个爸爸，这词曲拢伊写，我感觉我非常感动啊。各位兄弟姊妹，咱爸爸节时，咱嘛足侪人无爸爸咧，毋过你毋通会记得，你搁有一个爸爸，就是上帝即个爸爸。各位兄弟姊妹，就是咱共同有一个爸爸，所以咱才叫做兄弟姊妹啊。感谢主，所以我甲大家分享这首《两个爸爸》，我唱客语的部分就好，啊，伊阁有台语甲华语啦，吼，我唱客语的部分就好。爱有相爱的阿爸，伊家在天堂，伊家在地上，伊家疼爱有了，伊家看顾着千个路，阿爸的爱，阿爸。用爱并爱总太，阿爸的爱，阿爸的爱，图爱勇敢向前。再唱最后一首就好了，各唱一条就好啊哈。各唱一条就好。这首是客语圣诗，客语圣诗660首，客语圣诗最后一首660首。身体健壮，体力强，伊是闽农的古调哈，美浓的古调。身体健那种累，体力强。连同一起是那样猛，一旦分了别了，惨的是我。爱的个是我有神那盼。是错了眼泪，心不红。天上的真神哪有这种，才记托拉子啊，主耶稣，救人的救是何有本那种？咱做来祈祷。我特别想着，阮感谢你，因为你拣选阮做你的家子，互阮通伫传福音、宣教顶面有份。恳求主你帮助阮，会让当心，无论何乐甲客家原住民三个当心伫台湾的宣教，无论各族群得到主你的救恩甲拯救。恳求主你祝福，无论是阮的家庭、阮本身甲阮的教会，上帝你赏赐丰盛更丰盛，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将感谢罗牧师的分享。此时，请咱三个做伙来吟圣诗，圣诗554首，透早起啊好静。万千天空书写，只为花一
这是咱三甲来奉献，请家风秀玲两位执事来书献。客家的宣告主任，请咱为着客家来关心甲奉献。请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今仔日是大港节第3主日，咱点到第3支喜乐的拉条，请用喜乐心来迎接基督的降生。今仔日嘛是客家宣告的纪念主日，咱感谢罗牧师来代表客家宣告，请咱大家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礼拜三咱伫楼骹嘛有3角的交易，请咱会使留落来请安甲交易。第二，今仔日下昼12点，伫6楼的会议室，咱要召开圣诞庆祝的筹备会，请咱各团契的会长也是受指派的同工来6楼来参加会议，要讨论报道庆祝会甲爱餐的顺序。第三，咱布置伫教会四周围的圣诞棚，伫12月24，也就是后礼拜咱的圣诞赞美礼拜了后，咱欢迎大家来认买，一盆是200块，有需要的兄弟会使来甲思涵来登记甲纳钱。第四，咱庆祝会有一寡活动，伫后礼拜拜六的时阵，咱3点开始。3点开始，伫4楼有圣诞儿童的手工甲故事的时间，这是2年以下的小朋友会使参加，咱即摆还阁有名额，欢迎咱大家过来甲干事报名。伫3点20的时阵呢，咱伫4楼有圣诞儿童的跳蚤市集，有一寡兄弟奉献的义卖物件，请咱来遐来参观甲选买4点开始呢，咱伫2楼有圣诞真正有够赞的庆祝会
6点开始，伫地下室甲4楼甲6楼有咱的爱餐，吼，咱的顺序伫遮。圣诞的爱餐呢，报名费是100块，咱甲今仔日报名要截止，然后有报名未交钱，也是未报名兄弟姊妹，欢迎伫今仔日来向思涵来报名，吼。圣诞庆祝会甲爱餐报道的领券，吼，咱来看迄个团契的领券呢，伫拜六的时阵，甲思涵来迄个团体领。若个人的报名呢，咱伫3点半的时阵呢，伫1楼开始，咱有负责报道的同工会引带咱来领即个爱餐的券，甲毛菜的奖券、毛菜的券吼。来，爱餐的逐站楼站的分配呢，地下室是上联甲夫妇，4楼是主持二基酒，5楼是半酒甲小基酒，6楼是青年甲少年。咱逐站楼拢还阁有名额，欢迎咱大家来报名。第5，庆祝的赞美礼拜，咱下主日24，伫上午10点半，圣歌队要甲青少年用娱乐美妙的圣诞音乐来带领咱举行圣诞的礼拜。请咱兄弟邀请侪侪亲戚朋友来参加。后礼拜日的花语暂停。第6，咱恭喜张牧师要受聘担任新庄教会的主任牧师。伫后礼拜日24下晡的3点，要伫新庄教会来举行就任。欢迎兄弟来参加。捷运甲迄个。开车拢会真方便，请咱来参加恭喜张牧师的就任。第7，会计年度要关校所以兄弟你若有对外的奉献，请伫今仔日一定要完成那后礼拜以后也是迄落咱佫无对外奉献，无佫汇集去咱教会的银行内底，若有汇集去，咱会算作明年度的奉献因为中要配合关校的原因但是咱对内的奉献，咱一直到后礼拜截止第8，2024年度的行事历已经要开始安排，请咱各团契尽早来交互办公室来团契消息。上联团契今仔日礼拜后伫地下室圣诞节的例会，请咱上联团契兄弟留落来参加。台岛的事项，请咱为着客家的宣告来台岛，甲为着咱的选举来台岛，以及咱圣诞节所有的活动来台岛。奉献的部分，请咱来考咱的周报，然后顶档的再来甲干事讲。牧师，你要补充？毋知哦，今仔我特别需要介绍的，我即马遮无资料，有特别朋友今仔第一遍来南门教会无？我代表教会甲大家欢迎。望礼拜煞，咱会通留伫遮做伙来交陪。我们今天很高兴赖清德赖德清啦哈，赖德清来甲咱唤起宣告。虽然赖清德无来，不过你看到好像有蔡英文的样式哈，客家宣教的蔡英文多谢伊今日我们想讲，伊唱一条歌，所以说外口说落雨咧，天空落水安，互咱爱行雨伞登去安尼真感谢伊确实伊甲咱提醒。当然，基督教会用太多资源在原住民，但是在客家方面真的是又慢又疏忽了哈这伊甲咱唤起咱大家来关心这项代志哈多谢因客家宣教上咱这个花布甲咱的圣诞红安尼真配合他迄个罗博士有带一点跟他客家的一些小东西在楼下义卖哈。如果需要的话，咱会通底下来看。今仔日咱上日团契有圣诞的庆祝会，这个礼拜会很忙下个礼拜6的一切活动，拜托咱来看咱的周报若有可能，请你尽量邀请朋友做伙甲咱庆祝圣诞毋若干那拜六，
咱礼拜日圣歌队已经为10月开始敢若管弦乐团因用足侪时间为着后礼拜日的赞美礼拜10点半开始10点半这个咱第一场礼拜后礼拜第一场华语礼拜暂停所以10点半咱做伙来庆祝圣诞后礼拜日下晡钟牧师是3点半要伫新庄教会这个捷运很方便听讲坐行5分钟就到位所以咱会通这个赞美礼拜煞了3点半会通去参加钟牧师的这个上任的这个感恩礼拜还未报名咱礼拜天的爱餐的今仔日请你来完成这个代志咱搁一届。多谢咱大家会通关心这个客家的宣告，咱参与在这些施工馆顶，多谢。咱来吟上用的诗，圣诗397首，请起立。上用了后，请罗牧师来祝祷。愿主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统辖，是你的感动，同一人穷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病倒闭会。别动弹举手。